其实迄台词的人，总自细做到强的嘛。甲认为我打神偏的，行铁上面来就会行不卡吐梯啊。嘿，你想要卖吐梯的，我想讲农民在卖吐梯，天大的事情有可能啊。我们兄弟商量的结果，当然是不行的。我是为了这个土地才回来的，不说完那个就留在家乡。本来是念餐饮科，走了一圈餐饮业之后，发现，在台湾饮食文化这部分好像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到，就是它有一个平衡。我们想要得到很高的品质，然后必须付出很多的金钱。我觉得好像要充实自己更多不同层面的事情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最大的感触是你可以遇到非常多的人。然后在这个认识人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慢慢的学习，慢慢去做探索，换个环境，然后换个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我找到很多的答案。养着条从前，春分过去，青娘多，风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泪风素颜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人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哇，可能蓝蓝嘅太平洋。苏凤乡係啲花蓮縣地度唯一一隻有跨過海岸山脈、老花東山脈嘅鄉鎮哦。呢啲特別嘅山海交織、景致動情遊，有匹美無嘅天然條件，故事都也特別嘅物產當豐富。想到嘅願意順利呢邊來過生活嘅人來到呢邊。今日呢就聽啲民族鄉下來啲探訪呢個鄉鎮，地度嘅秘密故事印象，鄉下來啲。蘇鳳係啲花蓮縣東部嘅山脈平洋島，東片和西片分別有海岸山脈、老中央山脈。海順天氣又快又強，河把水打下來嘅平洋難肉當皮。香港啲豐田火車頭部區呢，有一間傳承3代嘅傳統蘇民儀式，就靠啲呀導演聽下來啲看咯。來張你還會做嘅係有人摸米醬的嘛？係啊係啊。好，你先倒下來一下。這個係用乜嘅米咧？栽內米。栽內米，斬米啊咧。係。我用係通米嘅。以前啊，就阿公啊，就會去花蓮啊，去尋嘛，去栽。去開去栽米哦。係係。哇哦！做乜搞去來栽？唔係提供誒呀東鋪誒啊米全部都當好啊，不是嗎？要選過啦。啊，要選啊。對啊，而家新米甲Q 米。嗯。係。啊，然後。夾姜哈。係，所以新 Q 都會夾姜啊。沒夾姜哈，就要用我們這個要用舊米，新米的話就做的品質會有影響。所以，嗰時節阿公去栽米嘅啊，要。頭頭冇阿公講，加起講啊，用到新米嘅時節要用嘅。用到新米哦，會水的。真的。對啊，然後蒸起來它不會 Q。哦，哎，你一個大男人做這個很了不起耶。啊，沒辦法，要養家糊口。哦，是這個原因嗎？對啊，就習慣之後就。喜歡嗎？到現在是蠻喜歡的。那你覺得馬該會不會做兩件事情會之後快樂嘅係馬該？我覺得比之前過去這樣子的生活比較踏實。踏實。對。
刘伯章新竹客人，讲起话来有啲微笑，好想世界美食系板头墙，因为韩国集团好想空空嘅岁月，本期显下嘅人生行卡地足。楼上嘅菜类米种，从地铁屋地度各定水煮，建交本期集团，一直到半熟袅袅嘅情形，高度入肥旺地度去用农场整熟。韩家也水板蛋糕嘅配料真係關鍵哦，來學炒料理。现在我先拿乜嘅本呢？菜脯，菜脯，嘿，有香嘛？豆香咧，按香咧行去炒啊？把它的那个水分炒干，水分攞去理體下，是不是嘿？平常時都嘅炒嗌老紅聽說冇？好啊好啊，辣辣就好啦，辣我跟你都順風停啊一下，係都辣辣吼。那呀，迄奶到底係夠乾的啊？批發行，第二迄個肉豬骨的迄喏，嘿，我到底下面買嘢西推你啊？西推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哇！连材料都存成西推的案呢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还有小炒的，所以我不能够 stop， 不能够老给暂停下了，对所以我要先赶快留起来，对不对？好香哦！三下来老给炒真实炒料，也好先不嘛东西。猪油，猪油，然后真的猪油哦，生的猪油哈，对，真的是用猪油去炸的，气卡渣呀！嘿，去嘎子，哇，妈妈可以再用做的么？嘿，我说妈媽陳成下嚟天衣推都係唔到嘅做啊！嘿，哇！當大嘅時節佢是做啊，也嘅水辦嘅時，媽媽就叫他你用咁多人用中做，互相幫忙，啊，剛好也有一拍時間，然後就要一直求精進嘛。不是你細細就停喺兒童下做了，嘿呀嘿呀，然後洗碗，然後細細就都要嘅幫做卡幫條船啊你。真的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然後要幫忙搬木材，小炒，小巧幫忙搬，然後要洗很多東西。對路邊人來講，用皮豬肉煎出來嘅豬油真係主流。就算你兩下人要求抗健飲食，佢還係大家料理地度做唔得缺少嘅。切開嘅豆腐乾炒到擦擦，一種帶點甜香嘅熟悉米線，就散啲空氣地度咧。但槍看到兩個飯，應該就有當到人上去拍同道飯呢。你讓它先拿起來，留起來，然後我們要再放那個肉燥下去炒。還有豬肉啊？對，會更香。好，動作要快一點。哦，真的啊好。水樓要幾多起哦？點要嘅3片肉。因為動作要快呀，因為它不是瓦斯，不能關火。哦，我現在是2個人一起做哦。最近1、3年都會無閒的時間，還會顧倆，要不陪又顧，啊有上次4年又到順風啊，你對不對？這個我們就沒有另外加油了，因為給黑3片肉，對不對？對啊，嘿，已經有一些油了。嗯哼。都唔是加嘞。阿姨，咱兩個係用豬的哪部分呢？大概是這個部位。這個部分嗎？對醬給那個白濃倆，醬白牛嗎？好像是這樣子哦，就應該對啦吼。亞杯嘿，太嫩，而且皮超嘟嘟吼，對不對？對。哇，肚子好餓哦。兩個好講露跳油嘛？要，差唔多嘞，差唔多露跳油。還有油蔥酥，油蔥酥要揉一些。我一定要讓你們看一下現在鍋子裡呈現多麼吸引人的畫面。朋友就等候是咧牙嘅肉燥，對不對？非常棒哎！那我們等一下要把那個蘿蔔乾夾 Q 蝦嘞吼，夾 Q 蝦嘞，可以嗎？可以，我加下去咯。太豐盛了哦。看下了無非常澎湃嘅水板配料，難怪會係真正人傳人嘅鹹鹹냠냠嘅蘇寧美食。傳承咗56年嘅老店呢，都經還係當匠心嘅打造開始備料，食材雖然簡單，不過用料又齊又實在，用薄色嘅古早米養人。傳統嘅米線仲係吃到又珍貴又親切。還可變做菜天兒生唔會爛嘅早晨餐哦。我看你們桌上準備按豆種醬料的話，要怎麼樣調比較好吃？這個是蒜蓉醬，酸調的調，酸調的調油，各位。呀，該甜辣醬。甜辣醬，有推薦人家怎麼吃嗎？
先淋一些酱油在上面。好啊，我本来调味哈。阿姨好是原味，原味。听我说咯。好。好。然后有一个技巧，先把旁边两个圆圆的哦，轻轻的，不用很深哦，轻轻的，好，这样子，按用较方便生嘛，对不看对？黏嘛。好，来了，吃这个呢。蜜透看牛，对不对？味道比较浓一点点，做比较浓，可以吃吃看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比较咸哦。真的哦，为了要让它入味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果然是要放到烤鸡里面的。好，买了吃这个呢。你看松波料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多料，每一个客人来都那么大碗的料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天哪，你看哦，有个料啊，主要炸不赢啊，阿姨超多董香哎，董香哈。而且啊，有个水拌呢，吃落去就会爱细细时节米头。小时候的味道就这样子，而且吃到落去它就是会马上，因为给它水拌呢，不说肉会水，然后米，然后料就会涌起来了。就会是亚中料啊，就是吃这个料就可以批懂头万般呢。真的啊！我想知道客人来这边最高纪录可以吃几碗？我们一般人大概2碗至3碗就饱。可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大概可以吃10碗。10碗？对对对。一餐吃10碗？对。阿姨，你是第2代嘛？百丈第3代。对对。希望弟弟是第4代。那这样子，一些闯哈人吃到米头有变吗？尽量不要变。你都这个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衔接到，我妈妈的那个时候的味道，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衔接不到那种味道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要慢慢的学习求进步。你都给他都摆张在水烘枸杞这样子。对，阿婆妹黑，阿婆3更半夜起来陪他，真的教他做蛙粿。该时节都休散嘛，会料嘛，系啊。啊，伫遐做落嘛较比较实在踏实生活。等下完全搞不赢你有风行某嘞。当然有啊，把阿公阿婆传他的这个东西技术传承下去，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吃到蛙粿，然后是不会因为没有传承的人来断掉。安行过一条路啊，什么是支持你的通力的？因为这早餐嘛，一定要传承嘛。再来就是小孩子啊，对。回来的时候，家人有没有都觉得很惊喜？说讲董秋娘赚一个来耶。我妈妈是这样讲，没错。真的。生活总係離唔開食兩件事情，一碗食泡泡，用料豐富嘅水飯呢。唔但將做對想到出裝做事嘅人家嘅心照，還較欣賞嘅是係強強險險、溜溜飄飄嘅靈魂，用嘅將做的年少無邊嘅家傳好明星，變做百丈嘅使命，真心做好一件事情，愛敬愛，在本期的創造嘅青春之都，潛進嘅美業嘅設家。是嚟蔡天然傳統嘅早晨傳，繼續來啲拜訪景生人相傳嘅菜地好料。大廚，聽說你啊研發出來這個梅子烤雞梅配嘅非常的有名，是你去給它送出來的嗎？哦，這個不是呢，這個是之前啊我們的老東家的一個客家阿嬷，他所研發的，然後我們就他傳承下來給我們。哎呦，它好像已經就是蜜透看牛，對不對？味道比較濃一點點，做比較濃，可以吃吃看嗎？可以啊，可是比較鹹哦。真的哦，為了讓它入味，對不對？哦，果然是要放到烤雞裡面的，做的味道較鹹一些，較鹹一些，放到裡面才入味，對不對？重點是讓它梅子發酵，讓它梅子的味道更濃郁啊。這樣讓雞的味道比較更濃郁。接下來我們需要先來醃製嗎？對。好，你要加多少呢？那我們一般來講大概8顆左右就 OK 了。好，有算剛剛好這樣子。
看主厨啊设个料，我就觉得它非常大气，像啊不用磨也不用动刀，酸甜全部不用落去，一下子放9层塔，放这么多，原因是因为让它整个烤出来味道够香，是不对，是？因为我们放的都是新香料嘛，像9层塔、辣椒啊、蒜头都是一些新香料。其实这个9层塔切莲茶，它就是很客家的一个味道这样子。对，最后还有这一杯，这什么？这一杯是米酒嗨，重点是把它的酱汁不要稍微有点冲洗掉。而且我发现啊，还不会两个托盘有没有？就是你把它弄这些酱汁收在下面，一方面是吸刷滴下来精华，是不是也要让它有一点水蒸气，不要让它在里面太干这样？如果说熏到有火的话，它这个会干掉啊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就是让它不要这样干，然后这个鸡汁它滴下来到这边，刚好是沾我们这个鸡最好的酱料。哦，真的，大家就是拿那个当寿司啊。对。经典嘅梅嘅嘅地度表南嘅路過嘅鹹梅，各種香料、老米酒，並到鑊度配，火炭火勁少，用細火配嘅50分鐘，梅嘅嘅表皮呈現出滑面嘅糖膠色，包啲地度嘅肉熟到嘟嘟好。最重要嘅就係嘅皮嘅保護之下，嘅肉本身嘅水分撈起味，一絲都冇流失咯。哇，你看两个呢已经配也40分钟，总算出油哎！而且我今天是独享哦，刚刚一点话出来时间，看看诺不然用金黄色酥酥脆脆的皮啊，这要趁热赶快吃。这个鸡的来头真的是非常的有故事性，唐公跟用室内也在阿婆啊。做出两个鸡去甲卤出来梅啊，比如讲也配鸡地肚，让它传承下来已经几下年、几下10年的时间呢。本身啊，给年代的调价，我老给熟特的。可是刚才跟我一起做这主厨唔攀的，故事呢，让老给继续老给顶下来，继续把它传承下去。所以现在变成啊，黑了都舒服。一听我说的也给梅也有配给，先爆一点牛。他说呢，这个汤汁啊是它的鸡精，就是它的精华，吃这款呐。好食都讲唔出巴了，魔鬼啊！人家讲来到舒服，一定会吃两个。因为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在爷爷底肚啊，你看哎呀，嘴唇全部油油，它非常的鲜嫩，而且很 juicy。它这个特调的酱料啊，就算拿一个米油嘛，来搅拌色，一听没会懂好色。经过窑烤之后。酒精挥发掉，纯的蜜香都亮。难怪主厨刚才说啊，这是秘密特调。我知道，其实会吃宽奶也在给都在吼什么？我们要吃开它给个熊脯牛，因为通常呢，如果这只鸡是非常好吃的话呢，它就会嫩到连熊脯牛都会懂嫩呢。而且要吃这个皮，超爱吃野皮耶。那刚刚啊，刮的那个皮色，这个皮啊，配到肚肚后，因为。它不是像你们想象那种烤鸡啊，像波卡那样脆脆，不是。它重点是你咬啊哈去很涩的豆。如果你喜欢吃皮的话，跟我一样喜欢吃皮的话，还吃到那种鸡油的味道，贵香哎。就算你给它熊脯牛的地方没 Q 用嘿，懂嫩啊！你看这么嫩，看我咬下去就低了。太后咬啊下去，软软嘅肉，还有啲度保有家嘅嫩老嫩。卤梅也唔但將粗體嘅牛呢，還可提升嘅肉質嘅滋味。所以親身食過，係一出食嚟食嘛就會掉起來嘅好味絲哦。到落食飽嘅過後，用下尋日菜體來啲擺放啲料到位出色嘅國泰國。講泰國兩下人來到兩個蘿蔔嘅，係咪該蔬菜咧？兩個以前係太大蔬菜。兩個沒說牙蘿蔔，可是怎麼現在變成是豐田的文史館呢？因為係係三叔公嘅肉啊。講用煲泰國，先做客家人對阿公開始3代人當中，新世界從頭啲天空天樹，雖然熱湯木水。心肝度稍有一種唔甘願嘅情感，離開嘅家鄉是條路當多年過後，因為阿爸年紀大嘅，身體唔好，輾轉到家鄉來，離農業轉去，千二分少啲。我講嘅兄弟嘅本家啊，啲係我三叔公本島，我太都聽三叔公，啲係我叔伯老太本島嘅，係佢都
像个磨蛹啊，去带五杯啊，啊了红木吼磨进梨啊，会摆铁啦，啊了日本无就搞丰田文史馆。头摆嘅日本人而来移民到呢嘅話，古時一年代係日本人咧冇嘅。嘿，哈哈，家啲移民甲日本时代，加日本政府鼓励家啲农民移民来台湾。来开垦啊吼，啊希望汉化，就是日本化啦，你啊后来家啲離開嘅世界，家啲都保護佢帶來東京啊吼，嚟到兩片，啊先到兩片豐田所在開墾啊呢，在104年前，以前日本還在起建，家啲從那個在街道，也太整齊了吧！每個真的，一張書屋呢450平啊，全部規劃都好好。要路線只會建，它路線超過一點2啊才是農，而且家啲個灌溉系統都防護，就會講喺灌水然後排水可以補發的這種系統。以前冇咁多啲點解冇辦法啊？後來16年前所有基本嘅時候，當農田被污染啦，因為把香港嘅啲豐田嘅屁吼，大部分係灌排水，所以不會被人家的那個排水的污染人生嘅緣分正經當成痴，要記農法一條路，就像係命途做爭嘅。喺嗰啲下就落去看野田嘅吼。好啊，唔講呢，落去影前呢，先看了就排哦。對啊，嗰排係嘛？主讓人人若不在，可自助採購。做得去幹買哦？啊，錢我用嘅咧。你就採購辦法哦。採購辦法。自家拿，你冇解到自家拿吼。啊，該要排價，一斤幾多錢？自家稱。自家稱。啊，錢呢？稱後吼。轉賬給你嗎？沒有啊，該門順呢就有那個信封袋哦，把錢放到信封袋，投到門縫後就可以了。你這麼相信人性哦？做有機的就是這麼樣的單純啊。其實我哋做有機做16年嘅吼，按用賣14年嘅，在農場會找到農場的有機的客人，水準這麼都歸國啦。農民啊，可以做到這麼相信客人，完全沒有監視器啊，然後那個他們也會自律啊，歸修分分啊，我們其實做有機做到最後，其實在找人性啊。希望我們的老人嘅互通啊，唔是咁複雜啊，佢單純嘅想法就可以。因為我哋以前農業收雜費啊，我從小的時候，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做有機的，我父親那一代才是噴農藥的。可是我們小時候的工作記憶就是有機的記憶。可是以前的我阿公啊，歸苦咩，然後中途老人加錢，咩冇下師的呀，會版出會版1支8。以前的演出會按有信用，好棒哦，聽得很感動。對啊，你寫再多字也沒有用，因為以前的人嗆你下師或嗆推出會罰錢。以前的演都唔是私案下案都沒冇下控制。4點嘅地度，所有現在嘅食材，本消費者自家掏自家揼錢，建立了相互幸福嘅朋友關係。兩位本愛深深嘅了解，有的事情早就超過外在前緣一件事。就從中度地度嘅人情到幸福，係天有嘅，當順又當美好哦。你睇西內瓜係做得早誒，可是它竟然叫做西內瓜，就是它旁邊有 net。草。這樣子要怎麼採呢？你看起來第一條哈，下面是有刺的啊，要摘當杯那個用機板呢，按食指當杯，折一下。哇，這麼好採啊！折一下就好了。要條咩可以的。折一下，用食指把它扳一下。好好採哦。對。那我可以聽說你的也給做得很早啦。係啊。有機的。有機的在樹上那個開花時間、結果時間比較長。給它一個膠質的歸多。對。我們就把它折斷啊。對，然後聞聞看它的味道啊。很香，好香哦！這個就是那個有機的那個小黃瓜，我們再把它粘回去。粘得回去哦。照傷口啊，粘一下，大概3秒鐘，手拿開。天哪，它的果膠也太多了吧！因為它是有機的，長得慢啊，果膠比較濃。
比较水还黏呢。摇一摇哦，摇。我这样可以生吃吗？可以啊，好脆哦！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来吃吃看呢。你平常做生哦，那个口渴啊，那种找多吃的呀。也太甜了吧！而且它水分好多哦。因为有点你们讲是生的瓜怕那种瓜味，有没有？完全不会啊。以前那个农民要卖土地是天大的事情，表示他对2个儿子已经绝望。从小做到大，其实再怎么讨厌，其实对土地还是有联系的，还是有感情的。你阿个就会甜这位，嘿，那彩色甜椒。其实上来贵抢个토마토诶，其迄做的电去冰的啊。电3米都会全部。啊，真的好，来那用剪刀。来不用等。剪刀啊，这样那种挑剪都可以都好的。你看，甜椒，这颗也可以剪。其实哦，这样生吃也是很甜哦。平常工作很热啊，就擦一擦，大概擦一擦，把灰尘擦掉。把那个里面的籽挖掉，就拍掉，哎呀，我们就直接吃了。当甜当都水耶。而且不会有人怕真的吃椒的那种什么深深的味道。它没有腥味，没有腥味。对啊，今日也给温室地图啊，发现哦，含卡冇 Q 用哎，因为我发现好像屋顶也比较多层，包括这边又弄一个无线用哎。因为我们花莲的风采很大，每次风采啊15个以上就白天的。我们花莲的风采中我们是10个的，那后来我们就搭第2代，刚刚小黄瓜那边，那个是可以挡得住17级的台风。可是太热。我在新年前啊，就一直去给它设计属于花莲地区的那种抗台的温室。而且T3台这个绿建筑的盖法呢，屋顶是有开口的，那种坐北朝南啊，开口朝南，风采水温高明了，而且冬暖夏凉。那天你看我背迄34度那底部涨29度天哦，真的差很多，而且给老人迄个不会可能要坐北朝南的，那种风才会冬暖夏凉的。不错啊，那田啊，那种爱彩色甜椒贵讲耶咯。真的哦，这么娇贵，种下去。我们这彩色甜椒已经采7个月了。预计在做的长久啊，长1年哦，最高的纪录是长1年3个月。哇，跨过2个夏天。天哪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温室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的特色就是可以夏天种出别人没有的彩色甜椒。而且我哋做有机的，就会几多年学支持啊，家私几个，平常都几贵啊。风采过后，太时间冒出的时间，我哋还留出，我们还是平价供应。对，我们绝对不涨价的，全年均一价。所以消费者就会很支持我们嘛。然后这种比亏的心，就会希望讲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先来做，希望可以制造一点良善的那种环境。年代好功课嘅讲太高，研究有机无土嘅耕种方式，除了大量嘅来种以外，未老没有意上引进荷兰嘅奶炭奶，用离体来种嘅方式，以防병虫害。多年累积来嘅经验，唔但將做得種出品質當好嘅各種青菜果子，還可做得為環境帶來生生不息嘅能量哦。一般來講啦，就是說不看喺港中的話，都會聽講講它也友好和種田，應該都是會害怕。你怎麼會想回來？因為爸爸你是民社概念，爸爸都偏愛的。他就想說兒子都不在身邊啊，比如講佢兩個來老大不可靠，老二也靠不住，只好靠老三，他要靠他兒子，第3的兒子，他要賣土地生活了。對，以前那個農民要賣土地是天大的事情，表示他對2個兒子已經絕望。從小做到大，其實再怎麼討厭，其實對土地還是有聯繫的，還是有感情的。可是你一種了就可以是種有機的嗎？沒有。
因为我在30岁都结婚了呢，我有3个生意呢，就想要带我的小孩去重温我小时候的童年回忆。抓泥鳅最好玩啊，想说带他们去看我的那个田里的生态啊，居然找不到以前那种生态了。我还3个生意呢都最爸爸的蒙来抓泥鳅给他们看，可是他们失望了，因为从他们那个表情啊，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在做那种好像不对的事情，我们这一代人在做的事情好像不对。因为小个有接触到抓泥鳅那种生态，可是我儿子看不到了，那孙女根本不是笑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对呢。而且我们把生态也破坏掉，我们赚的经济是小的经济。我36岁概念就决定会做有机农业，收入减少的，减少动了哈1/10，收入只有以前的1/10。其实无可能讲老工业要把好的按样比啦你要做有机就无想要穿太浅，可是你穿天空。他们讲还是像讲我们以前那一套啊，喷农药，20岁跟它一样的那个小黄瓜好了，它的病虫害啊，一包农药就解决了。可是后来发现，东海30岁跟它一样的病虫害，2包先农药的特效药，它问世的时间是4年到5年，它的周期。可是那个虫的抗药性只要2年到3年，去反思反省一些事情。长此以往这样下去，是在杀鸡取卵。在我们这一代就把资源用掉了。那我们的下一代会很可怜的。最重要的是农梯跟农民呢，农民报复农梯，那是那个天择，真的。讲这句话好感动。农民保护农地是天职。当他传承给下一代之后，孙女不会骂就会开家鸡了。中共有机不是不可为，我小时候做过，我阿公那个时代，我们下田的时候都是有机的。我就在想说，用我们以前那种方法试试看。没想到经过10年之后，我们的生态就回来了。现在种的东西都很成功。用手是一种方式，农业做唔得眼皮有成绩，生态嘅丰裕，还较冇办法打乱肩膀。伫大家决定上个季节适应问题嘅时节，研究食材嘅源头，佢就係上用安利嘅自然环境。应该喺呢個時節，潛轉對土地嘅尊重，還個老搭後12到20度嘅室溫，都變做生命嘅後裔。Hello， 小剛。Hello， 明珠。來嘞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小屋。梦幻小屋。对，因为这边前面就是海，然后后面背山。对，我刚才去江大哥那边啊，找个东东食材有那个生的瓜哎，可以直接吃哦。还有这个红椒啊、甜椒、青椒，韩国你呀，到毕业做料理懂贴片呢。可以带这个跟你学做料理吗？可以啊。奉天宫公司行业，70年代出世嘅小剛，講起料理嘅緣分，除了本單就當中醫以外，未係學做食嘅哦。畢業實地傳堂做過，實悄悄地對自家嘅條路有嘅疑惑，佢開始慢慢嘅興，慢慢嘅理想，潛在另外一種人生嘅可能，用食來交流，研發康健好食嘅醬菜餐咯。在你的梦幻小屋里面，对，做梦幻料理，来去感受梦幻料理。好。现在瓜还有个法则类也好，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。那第一道菜你要带来边嘛？该料理嘞？茄子和青椒都是比较现在盛产的东西。哦，对，那是当季的时令蔬菜。对，但是因为就是我们通常如果有一个季节都是很大量的东西，其实都大家看到这个产品就会很头痛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换个方式的切法，其实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改观。这个茄子我们都是切像滚刀块啊，就是拿去炸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切丝，跟这个青椒一起切丝，拿去炒，可能加9层塔。我有发现就是说，有些人对于茄子他有一个既定的负面印象，就是很烂啊，他不喜欢这个口感。哦，那他今天说的也是哈，对他换个切法，然后换个料理方式，他其实没有那种感觉。对，他如果看不出来是这是茄子的料理，他吃了之后觉得好吃，他下次就会有重新改观的。那我就来先做。那你刚刚跟我切中用泡席。对。可是我不需要那个吗？
刨席的东西吗？就是用刀子。小刚像用一起呢，是做得的吗？这样是可以，但是我有感觉你在切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蛮怕这个刀子。嗯哼。对，那因为我通常都会把食材放在正中央，那其实人在切的，就是所有的力量都在正中央，所以我们其实一刀下去就可以。你刚才的方式就是有点像切蛋糕这样，慢慢锯，慢慢锯，慢慢。可是如果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再更干脆一点，就像人参一样的，清清脆脆的，一刀就可以把它。对。可能父母或者说你没有这样学习管道，就是在这个小细节，就是我们要如何加速我们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切东西。我们其实可以更多时间在交谈，或者是说我生在客家庄，那我又发现我其实对于人的情感这件事情，是我比较想要去探索。对。那至于说，能透过做这件事能够赚多少钱，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，我想要有这样子的感触或者是感觉，然后再来去发展可能更多的可能性。口味萝卜用野油白香，并入已经切丝嘅吊菜叶，留各种色嘅甜椒便便炒过后，加入熱絲嚟調油提味，就做得了起來嘅。食材本身聖木道道將純甜嘅花開啲翻做蛋糕，嘅下加添嘅平凡嘅風采，色香味齊全，上癮嘅後欄水搭流哦。咁小剛要哈哈你出出來做嘛嘅咧？这个酸菜包在这个豆皮里面。哦，那个泡菜，可是我看你这个是含菜没有错，可是这个是泡菜馆呢。对。所以你要2个一起吗？没有，这个待会会加在丝瓜里面。哦，这又是另外一道菜的。然后这个咸菜会包在这个豆皮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拿处理酸菜。好。亚黑曼你周围嘞？这个在菜市场也是客家阿嬷。客家阿嬷做的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大概70几岁，就有点蹒跚在弄那个不出来这样子，拧那个拧干，然后就说：“这是你做的吗？”我要警告你，就是你如果吃了，你就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它越嚼越香，因为呢，这2个咸菜本身它一吃就会停不下来。走后一起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大概70几岁，就有点蹒跚在弄那个不出来这样子，拧那个拧干，然后就说：“这是你做的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不是，这是比我更老的阿嬷。”其实老这还对，我就想哇，还有比你更老的。他说他大概是80几岁在做这个不菜。我想说哇，那我一定要买买看，就是80岁做的灵魂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到边你都按神奇哦。然后其实也是往前推就好。像你们在这边呢，会不会客人来真的来找吃的，来要吃到你们的食物的时候，随时供餐吗？还是说是共食的概念？如果在这个地方是以共食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准备当季的食材，然后如果说今天刚好我有在，那我就可能会提供你一些料理的做菜方式。那如果说刚好我不在，那可能有来这边的朋友，那他们就是提供这个厨房，然后一起做料理，就是在做菜的同时啊，也可以聊聊就是可能你过往发生的事情，或者说，可能我们遇到外国人，同样的料理手法，它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对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看见彼此的文化差异，交换生活就会有很多火花。食物係隨特色嘅做法加入情感，曉得用當時節嘅菜體食材，就做得做出一出好食又公認嘅美食。由冰蘿蔔攪炒辣椒味、長頭、老鹹菜備用，撈炒好嘅料味放到豆腐皮底度，填鍋嘅陣5到10分鐘邊嚟拿出來，裝盤前淋上鐵質嘅醬料。2種主食本來好嘅無窮用嘅飲食樣貌，未被分作開始嘅另外一種新思呀。刚才立贤老師，我們先做先吃好不好？好，吃看這個還是沒有幫它取名字啊。反正總而言之呢，我們從玉寶到先吃一下看有什麼靈感。
那刚色拉肉去过黑话，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。除了购置要得强吹啊，我们刚才从那个玉宝哥那边讲来的，非常非常的新鲜。本来我在田里面吃就懂甜的都是因为，我觉得这道菜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啊，它用椰子油，因为这比较颠覆我自己对于那个味觉的记忆。吃到一个椰油炒的啊，特别的香，而且椰子有它自己特殊的香气，然后要给用下去，我之后讲，好像变得更清爽了一点，对。因为它没有动物性的油脂啊，也没有。如果一般用花生油的话，可能更抢味一点。椰子油好像跟它很搭这样子。我们有大概有3、4种食材，你会发现全部其实它又变成另外一种味道，就像吃一个软软可是很入味的一种又有茄子的香气，又感受不出来那是茄子。对，会让人要想一下这样子。可是重点要讲哦，这个真的会吃出来懂企业发，你就懂甜。真的你简单吃，即便是平常可能很爱吃肉的人，吃到这个人，我觉得吃到这个应该不会排斥这样子。其实我们想要吃到那个菜的味道是那个植物的油脂，比如说我们吃卤肉饭会吃它的油啊，卤肉的猪油。那它其实油如果用好一点，对，那用很纯的话，也是可以有满足到味蕾这样。这该不会是要一口吧？你可以一口一口吃，但是我要警告你，就是你如果吃了，你就回不去了，因为外面有很难找到一样的好吃的，所以你要先回来吃，先想好，决定好。对。好 ，OK， 再吃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我就是没有决定好，我还是要吃给观众看嘛。好，吃这个呢。回不去了。牙冰头的部分呢，真的有很多种的惊喜，包括一开始吃到 Noble sauce 的迄个青蛙层的部分呢，迄加一个豆腐鱼。豆腐鱼呢，老店这个本来就是有算是有点泡过的这个豆腐皮，它豆腐皮腌有点泡过入味之后的豆腐皮，重点是里面的这个客家灵魂就是要给咸菜，它越嚼越香以外呢，冲掉就是这两个咸菜本身它就是会很吊你胃口，它就跟吃花生一样，你一吃就会停不下来，真的不是回不去，因为你会停不下来这样子，会更熬更深厚，这真的很好吃哎。好在我已经有学会，刚才有认真看的观众朋友呢，要做这期搞了周坤啊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酸菜，然后我妈妈都会帮我还取一个绰号叫做咸菜赖。咸菜赖，对，只要有咸菜，妈妈有看到吼，咸菜赖多了。咸菜赖上电视。咸菜豆腐包嘅米是清新爽口，米韵含带的濃濃嘅豆皮香，最控度都係各種食材攪融出來嘅詞，含加入米中鮮嘅怪豆腐，含卡係蠻難嘅香氣，但看起來當平常嘅食材。在啲小剛嘅考試之下，完美嘅結合，變化咗一出又一出無人味嘅好明星。就從天涯小神色講地度，從心轉到神發地度，料理真有生命力。聽說你很愛吃，而且這些料理主要都是為你改變的。我遇到他的時候，我跟他分享吃什麼樣的食物會造成人的不同的反應。對，然後我說我以前也是什麼都吃，可是我發現我太少吃到很純粹、纖維比較多，對，很純粹的蔬菜水果，所以我腸胃常常不舒服。我能夠吃到蔬食，我腸胃不用看醫生就自己好了。然後他就想要在我身上看是不是真的是這麼一回事。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，雖然已經吃了2年的素食，可是我也陪他吃了一點肉。然後我只要一吃肉，我就不開心。因為我就開始卡住了，就會跟他吵架，所以我就為了我自己的為了他的幸福，所以我必須要讓他很快樂。在哈雷呢，要6位按獎的天使加入我們，這2位是因為我們時刻語句是一個背包客棧，然後就是分享我們在花蓮的生活。對，那我們在花蓮過一種叫半農半 X 的生活。我們在花蓮實踐之後，也開放我們這個空間。
让喜欢的人一起来跟我们体验。我是什么名字呢？这个是我是杰咪，杰咪，我叫丽兰。丽兰都是这个暑假来加入的吗？还是都会一直长期加入？很难说。但是每天煮这么好吃的，对，如果赶他们走都走不了了。汤雅，你刚才讲到就是说，你这个罗多廖老毕业审判过后，你也是一个音乐家，是一个歌手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来到这边之后，还有继续都跟两个冲中的嘞。音乐是我的最爱，虽然我不小心不务正业，跑去玩种菜，然后跑去学习怎么玩房子的修改，但是就像我们这边都是油漆啊，自己刷，对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吉他手可以变油漆手，就是有好多功能，很多可能。但是我最爱还是音乐，所以我还是有继续在创作。对，你呀，他很多冲走一发，所以你现在还会带着伙伴来到这里，会一起唱歌吗？就其实会来到这里的朋友啊，不管是朋友、客人或是伙伴，大部分都是很喜欢食物，还是很喜欢音乐。真的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很爱唱歌。就是我最近写好的歌还没有发表，但是我唱了以后，他就一直每天唱。我唱了以后，然后他们也跟着学。所以就是我就多得到了很多合音天使。鼓手在新闻，你的观众朋友算第一次发表，就是让观众朋友听到，对，也算是太棒了。好，这首歌它会有一个起源，我们的生命正在做转折。这首歌其实是因为我们去市区开店的关系，因为我们要分享这种生活理念，然后进入了市区的商业体制，其实会有一些挑战，对。那我就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当你每一次都觉得好无力，然后快要不能前进的时候，可是我可以听到还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你，对，然后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无形的力量，对，可能它会变成一个人，可能它变成一件事情，对，所以其实这首歌叫《穿越世界的尽头》。音乐除了做得本人中强势，还可做得感受创作人对生活观察、老深度心境的连接。小刚老唐雅对生命的意义、对土地的情感，做出有特别的想法。核点是佢阿度發生嘅媒介，料理充滿嘅佢阿度嘅理想老神心，順便自家嘅甜心過日嚟，存下來嘅時間，採集創作嘅靈感，用心感受事物嘅真實面性，以我嘅成就，能夠一種平衡現實老理想嘅生活方式。料理嘅背後，仲係空地一時嘅優美嘅時光。一條高高大大都變做係一種安慰人心嘅良藥，因為一條天時地利種出來嘅美好食材，經過料理熬人嘅料理過後，就變做係伴奏蛋糕清香人嘅風景。呢唔單止係一種秘密，還卡係一種感動人心嘅心意哦。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後面是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小雪十半夜，四季輪迴